哩拄则这个疫情记者会，指挥官陈时中特别来提醒，讲最近这个20岁到39岁的青年确诊的病例数增加了，可见这个青年人的这个防疫放松了，这个落实都要过守好安。另外，这个5日节要到了，有3天的连假，陈时中是来呼吁讲，尽量莫回乡，莫回去中南部。若婆婆妈妈要拜拜，到菜市啊款会，嘛要注意防疫，做一改甲物件买互充足。紧买紧离开，讲即摆即个人流的管制是上界重要的代志。来听陈时中详细的说明。我们今天总共有585例，585例。那这里面包含了那新增的366例，这里面364是本土，2例境外移入。那校正回归个案有219例。那校正回归案子仍然多大家可以看到这张表这2天我们在积极往上迁，那其实前面还有蛮多的案子。那这些有部分是已经在医院里面的那有一部分已经在居家已经被安置，但是有一部分是还没处理的。我们现在请地方政府要积极的来把这些案子先把它安置好。所以整体来讲看起来似乎有好像一个新的一个高峰了不过事实上还不是很明显可能这些要这2天我们把它清查得更清楚那以后才能够比较清楚看到这样的一个走向。不过目前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是属于比较不好的一个迹象。那有几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的那目前就是在苗栗出来的个案，大家可以看到它今天有报出来是34例，那主要是一个公司主要是一个移工这样移工的一个群聚。那今天在苗栗这边也大规模先针对这家公司里面的员工大概7000多位那展开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筛检。那但是呢，那这2天昨天6月3号我们今天所报出来的资料里面，看到这年轻人的资料升到25.2%，它的比例是在增高了那我觉得在年轻的这一部分可能也有一点防疫的松懈。可能看到前2天里面好像疫情比较平稳所以就这移动的比较多那可能就是群聚的也比较多，那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特别要提醒好的。以往哪边染疫多染疫少，那并不表示染疫的比例少的人就不会染到疫。那端午节当然在这个礼拜天，在下个礼拜天就是端午节。那下来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没有必要就不要返乡，不要做长距离的移动。那我们也跟交通部也请交通部把这个由于在端午节那个连假期间能够把公共运输的量，长程的公共运输的量能够把它维持在2成。那交通部现在积极跟各个就是我们的台铁也好，高铁也好，还有我们的公路总局也好正在拟定相关的计划。